錢銀就轉眼成空，我都轉眼成空咧，都冇乜所謂嘅。或者轉眼又有好多，亦都係唔係咁巴閉。黃夏蕙喺1955年開始踏足娛樂圈，之後同已婚名門律師胡百全拍拖並同居，一度淡出幕前。雖然冇結婚，不過有6名仔女。胡百全更加留有一個基金支持佢哋生活費，要乜嘢都有嘅嚇，因為佢唔使我操心嘅衣食住行係咪全部佢同我諗埋嘅。後來胡百全病重入院，黃夏蕙被禁止探病。2008年胡百全病逝後，更加停止發放每月嘅生活費。冇辦法嘅，人生一定有悲喜、歡樂與失落嘅嚇。當你失落嘅時候，你唔好灰心，你要慢慢等，慢慢自己努力去做嚇。當你喜劇嘅時候，咁你又做多啲你中意嘅嘢，做多啲慈善嘅嘢，咁咪好咯。